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丹纳斯台风重创台南，造成严重的灾情。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黄珍与台南知名冰品甜点店创办人李玉，秉持社会责任精神，准备了200份世界杯面包冠军师傅吴子敬研发的擂茶罗雷面包及客家糙阿胖心面包，致赠给清洁队员，向环保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商研院副院长张黄珍过去曾任台南市环保局长，对于这次风灾清洁队员的辛苦与付出特别感同身受，深知每位环保英雄不分昼夜的清理，为的就是要尽速恢复市容。这次与全伟家携手合作，带来了世界冠军面包师傅吴子敬研发的擂茶罗雷面包，以及客家糙阿胖，温暖每位环保英雄的心跟胃。我们看到这次的风灾过后整个环保局清洁队员都没有日夜，然后不分区域进行所有的救灾的活动跟废弃物的清理。据我所了解，他们所清的垃圾大概2万公吨了，所以我身为之前的环保局局长，我觉得其实是也很不舍了哈。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借由先关怀在地的我们的安平中西区队，还有我们的沟渠队，那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来呼吁大家能共同响应，我们把环境做好。如果遇到清洁队员，跟他说一声谢谢。所有的清洁队的大哥大姐们，其实都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在骑车上班的路途上，其实也是一直看到清洁队的大哥大姐们一直在疲于奔命，然后车子一直开，然后一直往返。那也很开心可以接受到张副座的邀请，然后一起小小的心意，然后可以为应该是说。我们是安慰喂食的喂啦，对，喂食大家一下，让大家有更饱满的体力。环保局长许仁则表示，清洁队在灾后第一时间即全力动员，迅速恢复市容。感谢学姐局长张黄珍与全伟家的支持，这不仅是物资补给，更是对前线人员最大的精神肯定。同仁在外面辛苦的工作，事实上我们也觉得很不舍了哈。那有这么好的老板。愿意来这个犒赏我们的同仁，这也非常感谢。但是有一位更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前任局长，我们的张局长他其实跟这家也蛮有渊源的。他特别去找了一张20年前的照片嘛我看了以后跟他现在长得差不多几乎都没有变老了那这个也谢谢院长，应该是要院长比较好那谢谢院长也体恤他的老部属谢谢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起头啦。因为我们的同仁办公室清洁队也刚好在旁边，那以后有这么好的商店，我们也希望同仁有空就来这边消费。这场跨界合作不只是物资援助，更是一份充满温度的行动。透过商研院与全伟家的用心，让灾后第一线的清洁队员感受社会的肯定与关怀，也展现出台南在困难时刻齐心互助的力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西南气流引进豪雨，在去年淹水达130公分的三民区本河里，居民纷纷架起防水闸门备战。来看看水闸门一律160公分起跳的诀窍。受西南气流及低压带影响，高雄市区28号晚间8点到29号早上8点，24小时预估会降下250至450毫米的雨量。在去年凯米台风水淹130公分的三民区本河里，许多住户是昨晚怕到都没睡。会惊，我那大家拢会困不起，是睡不着，整夜都没睡。对，怕会淹呐。因此，今年本河里许多住户与大楼架设上防水闸门备战。在去年因水压过强，防水闸门被冲破的社区大楼，今年防护设备是升级。昨天就包含汽车的车道跟我们的进出大门，大概花了半小时关，再加堆沙包这样子。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门有把它加高。然后我们的后面又把那个支撑的柱子又有加强，这样子。1楼住家全部装上防强度水压、高度160公分的防水闸门，会选择这个高度是有其中秘诀。我们做就是160几公分这样，比我还要高。
我有垫脚，我有垫脚。啊，这是超高这个。这真的超高哎！你们那时候是想说，反正大家是多少我们就要到160哎，那时候我们已经到就是半层楼的高度了。哎呀，所以然后就装高一点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最低的一烟就是直接先进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是看我们旁边先架这么高，我们才跟着架这么高。经过去年2次台风淹水的惨烈教训，居民不敢掉以轻心，有些住户赶着今天请厂商前来装防水闸门。今天刚来安装，要来做，今天还不行，因为我们连续好几家都一同做。可能明天才会，后天才会做好。一年内2、3个台风来，整个我们里内的那个居民就会很紧张，就怕到了就赶快装水闸门升级水闸门，因为厂商赶工赶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人去申请那个要补助了，对。现在居民是听到大雨就心生警惕，做好准备，不再重蹈去年的覆辙。记者苏焕珠、吴佩珊高雄报道。来炒美食喽！在高雄有一家便当店推出了7种配菜加1款主食的便当，只卖79元耶，还用快木盒来盛装。业者将中药材融入食材中，让民众吃得健康，也吃得安心。打开便当盒，一股快木香气飘散而来。仔细一数，配菜竟然就放了整整7样，连主食迷迭香草鸡排都得另外装盘。这样一份便当居然只要79元。自己去画，然后去紫观那边设计一个快木盒子便当，然后一边吃那个散热，那会有散热嘛，那个快木就会流出来就很健康。制作那个成本很高，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便当猪鸡排79元，我们那个一个便当盒1000块木，所以不可能送人而且都是内用才有很多人看了都会买回去自己用用快木盒装便当这样子，因为我们要用一个食材，都会往那个有机或是无毒这个方面去走因为我们中医诊所，我们有在做偏乡的医疗然后也有义诊所以我们跟偏乡，我也很感谢所有我们偏乡的那些朋友。跟他们买他们蔬菜，我们一上去就是大量的把蔬菜下来用菜，然后还有这边有一个阿华师姐，她自己种的菜来供应，然后所以说我们的菜可以用的那么低价、那么高等的食材，那是因为后面也有善心人士在供应我们。坚持无毒无农药的食材挑选，更将中药材和花草融入食材。看似简单的冬瓜块都是以桂花酿调味，就连一旁的蔬菜也是以枸杞做搭配，只为了让民众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安心。所以说我们的养生餐当然就是会配合不同的季节什么时候比如说冬天、夏天我们要入什么药，这样对配合现代人的体质，这样下去吃的话就会对他的身体就比较有帮助一方面养生，一方面也吃得饱又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活化我们的气血。所以说现在来结合这种饮食跟药材中药材对健康的话是很不错的一种概念所以说才会想到这方面这样。我们有排行榜，就迷迭香草鸡排，我们要自己敢吃才可以给别人吃对不对？自己的人喜欢吃，敢吃，这个最重要。你不要放了一堆的化学药剂，自己人不敢吃，这样就违背了那个善的理念跟那个健康的理念。行善多年的陈老师透过便当店给予需要帮助的众人一份收入，也将健康的理念传递给大家。记者魏国庆、李品荣高雄报道。吃完便当来吃豆花在中和保健路上有一间店面不大的古早味豆花店，经营了快1甲子。老板坚持每天5点起来备料，让顾客吃到熟悉的好味道。
熟练地咬着顾客喜爱的配料，有花生、粉圆、芋圆、红豆、绿豆、凤梨、米苔目，10多种配料都是老板一大早5点就起来精心准备的。这里是中和华泰市场，位于保健路上的一个转角，一家豆花店就这样默默地经营了50年。豆花吃起来口感软绵，在古早味的糖水点缀下更显得顺口，搭配软花生和满满的剉冰，在炎炎夏日上来一碗真的是无比的享受。而这碗在地传香50年的华泰豆花，最早从中和瓦窑沟旁开始卖，如今搬到华泰市场内，也是不少中永和人记忆中最熟悉的甜点滋味。从我爸妈到现在大概快50年了，对，快50年了，应该将近50年了。爸妈他们以前是从瓦窑沟那边开始起家的，就是华泰市场比较靠近瓦窑沟那一边，上午是在那里卖。下午的时候就会转到保健路10巷这边卖，10巷口这边卖。坚持每日手工制作，遵循古法工序，不靠华丽包装，靠的是一碗碗细致绵密、入口即化的豆花，征服了3代顾客的味蕾。糖水是最重要的啦，糖水你不管什么东西，糖水煮得不好的话，应该是糖水就成就于那碗豆花好不好吃啊。对，凌晨早上5点就起来备料卖就是卖到晚上10点11点，对。老板熟稔的招呼每一位顾客，来这边吃的几乎都是醋皮桃味，从小吃到大。20几年前，就是我哥退伍之后，然后在家里这边又开了第2间，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说，第2间的名字啊，我们叫华泰豆花粉圆。只是说华泰豆花粉圆可能年轻人那边都会比较偏向于就是靠近公园那家店，因为那家店大家都年轻人去吃嘛，然后吃完之后就会打卡什么的，就配手机嘛。现在吃美食都配手机啊，所以华泰那边会比较有名。然后保健路这边的话是卖的时间比较久远。都咱嘛袂记得第4只炒30多年有啦，到迄个豆花啦，千枣啦。粉条啦，旺来啦，粉芋圆啦，粉圆啦，都伊啦有做，咱就有食啦，这拢因爸咧做，因爸阮知影因爸咧做，好食啦。真正好食。随着时代的变迁，华泰豆花依旧坚守着初心，只为守住这一碗碗朴实却不简单的甜品。它不只是碗豆花，更是一份传承，一种人情味，也是一段属于在地人心中的甜蜜记忆。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同样是美食来基隆吃饼吧！在基隆2025 K-Star 美食评鉴中，以咖喱饼闻名的大兴饼店脱颖而出，招牌咖喱饼荣获最高荣誉朝享之星大奖。近年来得奖无数的大兴饼店，由第2代陈建宏老板接手后，将品牌现代化，从包装设计到制作流程全面升级。大兴饼店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客人随时上来都可以吃到刚出炉、最新鲜、最热腾腾的饼。店内的饼全是手工制作，遵循严谨的 SOP， 从油皮、油酥的揉制到内馅的咖喱炒肉，每一步骤都马虎不得。我们的咖喱肉用手工去切大块的肉角，然后再去用咖喱酱料去炒，经过5次的反复的翻炒，才把咖喱的肉角给炒的进入所有的咖喱的汤汁进去。包好的油皮油酥就是饼皮，把它那个松弛一下。对，其实基本上不能马上包，它让它松弛一下，它的软硬度，对它软硬度才会刚好，才会弹性出来。送烤箱的话，其实按照传统的烤饼的方式是必须翻面的，都非常容易烫到。那我们有时候在烤的时候，最容易烫的就是翻面的过程。那有时候我们不会一个一个去翻面，我们会再另外拿个铁盘，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再把它翻转起来，那就翻面了。那在翻转的过程是最容易烫到长水泡。翻面的炉温有200多度，很热，但是你的心里其实会很感动，就是这种手工的，毕竟它真的是比较有温度，而且呢，你把它烤出来，其实内心是很感动。好不容易呢，把饼呢孕育出来，其实那种感觉是很感动，而且会觉得很宝贝的感觉。老板特别介绍店内独家的裸装盒，让顾客能够直接品尝到刚出炉的酥脆口感。咖喱香啊，咖喱香，咖喱的香味。咖喱真的很香啊，真的，它不管是荤的啊、素的都很好吃。我比较过好几家，真的。
送给长辈，长辈都说很好吃。对，不要说其他不好，但是又比较过，还是这边最好。对。我们其实为了环保也为了在地客户，他们其实都很喜欢，常常来买，然后现吃马上回家吃，所以我们有设计这种专门放螺饼的，吃起来酥脆感，据他们讲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内行的客人都会买这种螺饼的礼盒来吃或者送人。大兴饼店传承了传统技艺，更结合了品牌设计与顾客需求，让老店散发新生命。下回造访基隆，别忘了来一口获奖的咖喱饼，感受这一份职人坚持的美味。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基隆的美食真的很多，要带你来吃素食。位在暖暖街巷弄内有一家蔬食异国料理餐厅，各式的餐点都很受顾客欢迎，价格也平易近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住在中坜特地到基隆来游玩的一家人，点餐京都豆乳味噌拉面、地狱拉面，或是马来西亚丽莎和泰式打抛猪肉饭，都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这每一道料理都是素食餐点，而这群从中坜来的游客，全家都是吃全素，第一次来这里吃饭，评价相当高。特别喜欢吃重口味蔬食或是素食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口味的话，算重口味，然后我们吃的是一个是沙爹饭，一个是那个打抛猪。那打抛猪的话，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它可以针对辣度调整。像我们小朋友他喜欢吃打抛猪，可是他不能吃辣，他就可以针对辣度做调整，然后可以辣可以不辣，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所以你们平常自己也有在吃素食这样？我们平常就是吃全素的。所以你们觉得说它的整个素食的口味口感都是你们可以接受，而且觉得是还蛮新鲜，是这样吗？对，蛮新鲜的，而且他们的饭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自己家里煮的会有一点点特别的香气，然后特别是他们的水，他们的连开水都很厉害，他们的开水是有一点点山泉水的那个味道，甜甜的。你觉得它餐点好吃吗？好不好吃？好吃。是哦。好不好吃？还会想要再来吃吗？还吃。还要。这家隐藏在暖暖区暖暖街巷弄里面，专卖蔬食异国料理的餐厅，包括招牌的京都豆乳味噌拉面、地狱拉面，以及马来西亚丽莎和泰式打抛猪肉饭等等，都非常受到顾客欢迎。全家吃素，自己也经常吃素的市议员张耿辉，也是偶然上门吃过餐厅料理后赞不绝口，因为每一道料理都非常好吃，在口味和口感上几乎分辨不出来是荤食还是素食，价格上也相当平价亲民。就算吃不习惯素食料理的饕客，也可以来尝试看看。跟大哥来一起在第3次来到我们的店里面，让我觉得是非常棒。尤其名店有计划，名店从那里巷口内，由当初他们在合伙人的话，完全都没有经验，他们就在经验中来不断的求精。越煮越棒，从一个无名的小店能够到我们网上的4.9颗星的点阅率，你可想而知他们进步非常迅速，而且不断的求新，我觉得非常棒，对他们团队觉得是非常棒。那不但这样的话，他们也带动了地方上，因为这个我们到附近的那一些旅游的啦。如果像吃那种异国料理，好像就要跑到台北，然后觉得基隆的素食就是在这一类的部分，好像都小吃居多啦，所以就觉得想开一个那个让基隆素食聚餐有性价比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一杯咖啡下来不限时间，让大家有这个性价比的地方，所以我们整个套餐下来，其实最便宜是170，有咖啡小菜水果最主餐最平均大概都在200，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上，是第一个是这样定位。那所以说让大家，而且第二个定位是希望不要跟基隆的所有素食竞争，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异国料理啦，大概都是你要到台北才吃得到，基隆都吃不到我们就做这个差异化出来。那再来就是说让大家有这个创业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创业孵化的功能在，就是希望创业家能够透过这种开放式的咖啡厅。能够在这边交流，也许你可以在这边找到
你想要的人才，也许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媒合你想要的资金，甚至说，我们创业商业模式怎么对，管理怎么学，这里都希望能够孵化。除了餐点好吃之外，各式咖啡以及蔬果饮料也是真材实料，现打现做，好看又好喝。由餐厅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魏家山来负责。创办人之一的林建志表示，虽然餐厅位置比较偏远，但是因为店面租金比较低，相对可以回馈更平价且 CP 值更高的餐点给顾客。因此，餐厅开业3年来，也稳定吸引许多喜欢吃蔬食或是素食的客源。餐厅也是创业孵化的基地，可以提供多面向的会议空间、办讲座或是读书会。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吃完美食，来杯消暑降火气的清炒茶。台南市安平区公学里里长王金树在老家的空地栽种了一些草本植物，趁着好天气采摘晒干后，用古法熬制成天然健康的青草茶，招待左右邻舍和辛苦的社区巡守队员。台南市安南区公亲里最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多次获选中央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的特优社区，而里长王金树正是背后付出重要的领导者。而且您知道吗？里长也懂得很多中药材的妙用，所以可以看到在他主厝的四周种满各种草本植物，特别是白芍、泽兰、白鹤灵芝等等，因为有清热解毒、消暑退火的效果，除了成为制作青草茶很好的原料，也透过花草来美化闲置的空地，成为充满绿意的后花园。这天，里长和夫人利用台风过后的大太阳，赶紧将所收集的各种不同草本拿来晒干，怕一旦发霉就可惜。加上用专门模仿古早厨房所盖的大灶来熬煮，一喝透心凉，特别有滋味，也成为炎炎夏日里长最好的招待。我在找啊，整理啊，做好势，做水啦，袂歹啦，伊就拢咧像青草啊茶，咧分人食。咱这草地所在拢较有这青草啊物件，不管是七赞塔啦、白鹤灵芝啦，还是伊迄个像这泽兰竹兰，阮这草地拢足济。你像我安尼这厝边拢看拢有，咱就是用这会当掀开做，互人退火食。所以讲，阮用就地甲去落错起拍互打，然后咧。较来烘青草仔茶，咱烘青草仔茶了后咧，包括阮的巡守队员啦、义工啦，包括厝边头尾啊、庄头，拢会当分因啉。青草茶除了成为公亲里隐藏版的饮品，里长也在庭院晒安南区所收成的胡麻籽。里长表示，虽然安南区农田休耕多，也不像安定、西港等用胡麻来发展一乡一特色。不过还是有人种胡麻，当采收之后，就用耙子来散开胡麻籽，或是用脚来来回回走动，让它快干。不管产量多少，也是一种在地资源，用胡麻制品多少提升社区的经济。我其实安南区含安定也好，含西港也好，拢有咧种这个乌麻啊。乌麻咱种起来就是讲会当直接卖要改食好，要卖也好。已经第6届的里长，过去也曾务农，在夫唱夫随之下，希望用一杯青草茶或是胡麻制品来感受他们满满的人情味。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喜憨儿基金会推出2025公益中秋礼盒，以幸福蔓延为主题，结合 AI 创作美丽的包装，相当疗愈人心。一颗月饼是喜憨儿无数次的练习与努力的成果。喜憨儿基金会在中秋节之前推出多款月饼礼盒，多元口味组合，享受美味。礼盒设计选自吉米绘本，不管怎样，今天我决定要快乐。书中画作，为彼此加油打气。今年公益大使找来全方位艺人陈汉典，邀请大众响应爱心购买中秋礼盒。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因为今天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中秋节这个过节的一个气氛，因为中秋节就是人团圆，月圆人圆嘛。
月圆人团圆，然后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大家、跟家人、跟爱的人一起分享月饼。对，然后我又可以在这边代言这个中秋喜憨公益的这个礼盒，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尽一份心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个活动，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做公益，把爱传送出去，然后我们给这些憨儿更多的支持跟鼓励。我希望呢，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对，然后呢，我觉得社会要更多的包容跟爱。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公益。就是我觉得任何人需要帮忙，其实我们就伸出援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嘛。其实我常常一直在想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也可以分享给各位，就是知足是最真实的财富，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手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然后去珍惜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在活，然后千万要跟你爱的人说我爱你。所以我等一下应该就会传一封讯息给谁？给我的这个家里面的群主，我的爸妈，对啊，我爸妈，就跟他们说，跟他们告白。因为其实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因为我觉得最亲近的人，有时候反而是越有距离。对。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呢，就是那个 timing， 其实我很想要去抱一下我爸妈，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一进去其实最好的 timing 就是一进门，一进门你就赶快抱，这是最好的 timing。要不然你一进门，你鞋子一脱，你就很难抱了。真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爱要及时啊，然后珍惜每一刻。喜憨儿呢，卖中秋月饼已经卖了28年。我们第一年推出月饼的时候，全台湾只有喜憨儿一家在做公益月饼。可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蛮多家都有推出公益月饼。好，那我们喜憨儿有1000个，每一年我们这些月饼的制作，大概有1000个憨儿会一起参与。有的是从庇护工厂、庇护商店，有的是我们小作所里面，譬如说包咖啡啦、米啦，像这一种，茶啦，这个都是我们憨儿能做的工作。每一盒月饼都有我们憨儿亲自的制作跟参与，而且呢，我们从憨儿从工作里面得到的收入非常的实际。这些呢，都是由我们一般的大众、我们的企业来买喜憨儿的月饼所造成的。我们的收入有几乎1/3全部来自我们的月饼的收入。所以我们的月饼卖得好不好，真的影响我们的憨儿的工作非常的大。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公益品牌其实越来越多可是呢，企业在采购的时候，我们非常希望要仔细看一下，这些是不是真的从庇护工厂里面出来那这所有的这个公益品牌里面，要真的从庇护工厂出来的，它才对我们的憨儿的工作、憨儿的收入有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企业在采购的时候呢，好好的考虑这一点那我们除了说我们希望，当然我们希望企业在采购以后也要得到最大的收益嘛希望说不但有做公益的心，而且买到的东西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啦，除了维持这个月饼的传统口味以外，我们都有添加新的健康的元素，还有食品安全这些，只要买我们的月饼，这些我们都能满足所有的企业的需求。另一款公益礼盒取名为幸福月光，原图构想来自于憨儿于真的作品，分享他与朋友出游的幸福时刻，再借由 AI 以图生图的方式产生作品，传递幸福感。你喜欢最幸福做
哦，他最喜欢跟大家一起去旅行，所以你最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对吗？对。幸福呢，就是能够用心的感受当下，这个有多幸福？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会想太多之后或者是以前，但是你必须想的是，我把现在过好了，因为过去已经来不及了，那我把现在过好，我才会有好的未来。是，所以你能够用心的去感受当下，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也很用心的在感受现在这个当下，就是我们一起在这边跟萧董事长在这边，跟于慧、跟嘉凯，对不对？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我们在做公益、做爱心，这个我感受到了。这是一份幸福的感觉。现在起预购喜憨儿中秋礼盒就享有82折早鸟优惠。今年基金会也持续推出送爱到部落专案，邀请民众购买自用之余，认购捐赠给偏乡学童，也支持身障者透过工作展现自我价值。记者温俊台北报道。2025桃园电影节正式启动，特别邀请金钟女星小薰担任影展的宣传大使。桃园市政府也特别发表由葛莱美奖得主萧清扬大师设计的全新主视觉 Muse 女神讲座，一起来看看。3、2、1。2025桃园电影节正式启动，特别邀请金钟女星小薰担任影展宣传大使，并公布这一届电影节的入围名单。今年是桃园电影节第12周年，桃园市政府也特别发表由葛莱美奖得主萧清扬大师设计的全新主视觉以及慕斯女神讲座，也宣告桃园电影节影展将在8月22号到9月4号展开为期14天的放映，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好片。其中像是有怀旧的，尤其今年是李行导演过世5周年，邓丽君小姐过世30周年，所以李行导演还有邓丽君主唱的这个《小城故事》，今年的复刻版会拿来播放，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影片，12大类，126场，大家一定会看都看不完哈，美不胜收。那么另外要谢谢萧清扬老师帮我们设计了，12年以来终于第一次，我们桃园电影节有了一个具体的意向，就是这个奖杯和我们的 CI。那这个以后大家看到也会知道说，这就是桃园电影节。那么这个奖杯也会是我们所有参赛的这些影片所要竞争的。另外要谢谢苏导演跟我们的代言人小薰，帮我们拍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宣传片。小薰是我们桃园石门水库先导的这个，我叫她仙女。那么这个宣传片呢非常美。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我们任何一个参赛的电影，所以今年的桃园电影节美不胜收，大家不要错过。2025桃园电影节广邀台湾跟国际合作电影参赛，从200多部报名电影中选出16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华语电影作品，角逐11座大奖跟125万元的总奖金。今年影展特别严选规划12大主题，放映场次高达126场，还有许多全球首映的精彩作品。策展人姚金玉呼吁大家一起来看电影。2025年桃园电影节是以遇见为主题，然后我们除了开闭幕片之外呢，我们总共分成12个大单元，那每一个单元都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今年在国际的电影上面来讲，我们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坎城啊、多伦多啊，然后各个影片，还有包括很多日本甚至还没有上映的新影片，都在桃园电影节做首映。所以我绝对欢迎大家一定要看这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只有在桃园电影节看得到。今年桃园电影节以遇见为主题，总共规划动画、纪录、剧情等类型的12大主题，放映来自国内外的96部影片，期望观众透过影像重新遇见生活的感动跟惊喜。竞赛单元也正式更名为桃园电影奖，征件数量高达260届。活动期间还有电影主题跟交流讲座，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赖伟一同报道。今年是李登辉前总统逝世5周年，由李登辉基金会、资策会共同研发，并与国立台湾图书馆联合策划，为期2年的 Prototype 民主先生2.0数位李登辉特展，在国立台湾图书馆6楼展出。透过 AI 结合相关的数位科技，让李前总统透过声音及影像，再一次与故友重逢。总统，可以麻烦你帮我按接听键吗？谢谢总统。
蔡总统，咱真正足久无看到。你最近好无？你也敢做老一个？我看到现场阁有足侪贵宾，大家好，我是李登辉，真欢喜呢。电话声响起，话筒里居然传出顾李前总统的声音。这是 AI 科技的运用，透过数位科技的力量，重现阿辉北温暖的嗓音。今年适逢前总统李登辉逝世5周年，李登辉基金会特别策划“民主先生 2.0 数位李登辉特展”，透过生成式 AI 与多模态互动技术，让已故的李登辉前总统数位重生，以崭新的方式与社会对话。开幕活动中，前总统蔡英文、前副总统陈建仁、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透过数位电话与数位李登辉前总统互动，场面温馨有趣。前总统蔡英文更成为数位李登辉展览的第一位造访者，与李前总统合影留念。蔡英文致辞时表示，1990年代他曾多次与李登辉前总统有1对1谈话的机会，尽管李前总统中英日台4语的论述他大部分都没听懂，但他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李前总统想要表达的热情以及对年轻世代的期待。那我想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用 AI 来呈现李登辉总统哈。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我有没有任何的时刻跟他坐下来1对1的谈话？当我还是一个政治素人，是一个学者的时候，那没有错，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我确实跟李登辉前总统有很多的互动啊。他是一个人生历练非常充足，而且他身上带的是很多的不同的文化的一个集结啊，所以他的人生经验、他的政治、他的很多的历练，再加上他很多文化的集结在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人的身上的时候，事实上我不但是不是每个字都听懂，我大部分都没听懂哈，因为他用了台语、国语、日语，还有英文，他4种语言穿插的跟你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的时候，对我那个时候来讲是一个很吃力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想要告诉我什么，只是在他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我常常要用很多的力气去感受到他的那种想表达的一个热情跟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他想告诉一个年轻世代人要讲的什么话啊？蔡英文也指出，台湾在民主的路上经历过许多困难及挑战后，才有今天的成就。当民众遇到挫折、困难时，欢迎来这边看展，重新思考，再来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台湾在民主的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诸多的挑战之中，凝聚团结的力量，才一步一步的开辟出来。如果在实践民主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些疑问、焦虑，或者是怀疑，或许可以试试和今天这位民主先生2.0分享，一起思考公民参与的意义，也一起探索自己对台湾的民主可以做些什么。我也希望借由这个展览，能让我们重新回想起李登辉前总统曾经说过的：推动民主化是长期的工程。我相信世世代代的台湾人都会继续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团结一心，并肩同行。让我们走进展览，也走进台湾民主的过去与未来，重新聚集勇气，共同面对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考验。民主先生2.0数位李登辉特展展览自即日起在国立台湾图书馆6楼温暖展出，为时2年。特展分为重逢、对话、阅读、合影，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重新踏入李登辉前总统的世界。Prototype 民主先生2.0数位李登辉特展正式启动。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国家铁道博物馆历经近9年的古迹修复与整备，举行第1阶段的开放仪式，未来将成为融合历史、文化、观光与教育的国家级指标场域。行政院长卓荣泰与文化部长李远以及交通部长陈世凯一同搭乘经典蓝皮柴油客车，沿途向民众热情挥手致意。
唤起众人共同的火车记忆。国家铁道博物馆历经近9年的古迹修复与整备，30号举行第1阶段开放仪式。卓荣泰说，他的祖父与父亲皆任职于台铁，自称米铁道的他，对于这座博物馆有深厚的情感。他感性表示，铁博是从拆中保留、废墟中重生，更是台湾文化保存与进步的象征。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是台铁的同仁，所以我不只是铁道迷，我应该是米铁道才对。家里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跟铁道的渊源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所以看到今天我们交通部跟文化部合力，将一个原来可能被拆除掉的一个古迹文化，活化成一个我们要向全世界展开双手，欢迎大家来看的。因此，这是一个从文化历史、交通建设的工业发达，以及观光事业结合为一体的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未来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台北机场保留到现在，也感谢很多人的合作跟支持，都见证了这一座国家文化级地标的诞生，所以会在我们这个区域未来不仅有商业、有体育、有观光的活动，成为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都市的改造。2015年，台北机场全区指定为国定古迹。2016年，行政院核定台北机场活化转型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实施计划。2019年8月，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成立，10月正式揭牌。铁博园区广大，占地16.79公顷，以全区整备、分区修复、分区开放模式，从员工澡堂与总办公室的修复开始，逐步展开庞大范围的古迹修复、再利用与展示工程。无论是建筑的外貌结构、工厂机具、退役多年的铁路车辆，每一项修复细节都经过考证，并配合博物馆的使用需求，以软体规划带动硬体建设。在工程团队专业匠师合作下，克服复杂界面，一步步朝向博物馆的目标前进。此次开放的6处古迹建筑，包括柴电工厂、总办公室、技工养成所、材料试验所、大礼堂以及澡堂，透过特展与常设展，重新演绎铁道历史。文化部长黎元表示，铁博的加入将为台北东区注入崭新文化能量，与周边国父纪念馆、大巨蛋、松烟等连成文化廊带，转化为富含记忆与创意的东区文化新核心。我相信在场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帮忙这个铁道博物馆，从2014的抗争到2015的决定全区保留，到2016的启动，非常不容易。在场非常多人，包括洪志文第1任馆长，我们第2任馆长，然后在这一刻应该是非常感动的。那这个铁道博物馆的开馆有一个意义哈，因为它紧连着这个国父纪念馆，紧连着华视，中间包着一个松烟跟这个松烟跟大巨蛋，正好它所包含的这个东区是包括媒体、文化、体育还有观光，这一个新的这个东区的一个文化园区哈，可能会翻转整个东区未来大家对东区的印象，不只是101或者是信义区，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这一区。那我自己从小在铁道旁边长大，大概20多岁以前都在铁道旁边长大，所以我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我闻到一个味道，就是那个机油的味道。因为火车会开过那个枕木的时候，它会滴那个机油，然后一点一点渗在那个枕木里面，所以我走进来的时候，忽然整个人很想完全回到童年的那种感动，因为那就是我一直失去很久的一个味道，在别人看随便臭臭的，在我看是很香这样。在此时此刻，我希望我们文化可以团结所有台湾人，然后大家希望这个地方越来越，还要花很长时间全部修复。我们甚至于把那个
还没有修复的那个地方，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充满感性的台湾感性的废墟，希望大家能够欣赏，谢谢。展览融合声光与科技，包括可透视柴油机车运作的滑轨萤幕，大澡堂重现职工生活场域，展现铁道与台湾生活的紧密连结。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部铁道局、台铁与文化部三方去年已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携手推动保存铁道文化，打造铁博成为一座活的博物馆。那在去年的10月，交通部跟我们的文化部签了 MOU， 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地方第一期第1阶段之后，还会有第2阶段、第3阶段，我们要继续携手来努力。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它不只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未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在台北唯一看得到在地面上还有火车在跑的地方，就是这个活的博物馆。未来我们也要拜托铁道局、交通部铁道局在轨道方面的建制，怎么样让它维护得更好，也要拜托台铁公司，未来在我们里面的所有的车厢怎么维护维修这个部分，我们台铁公司也应该要跟文化部大家一起来努力。国家的铁道博物馆能够永续经营，让国人在台北这么棒的地方能够感受到铁道之美。那也感谢文化部的努力，其实这对于国家的观光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国家铁道博物馆第1阶段开馆，不仅保存台湾铁道文化，也为博物馆营运模式带来创新，结合教育推广、亲子空间与街区连结，打造兼具知识性与参与感的文化场域。而未来园区将持续发展，成为台湾文化观光重要节点，邀请民众搭乘时光列车，共享铁道记忆。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有飞机迷发现，高雄飞机路上的一处特殊飞机像，可以近距离捕捉到飞机庞大的身影，加上一旁就是大楼民宅，超震撼近距离的画面，让不少网友惊呼连连。飞机引擎声划破天际，一部部大小飞机在停机坪上蓄势待发。这里是小港机场，也是许多飞机迷必到之处。一般民众想要近距离看飞机，想到的就是机场旁的休闲农场，或是到机场2楼航下站的飞机观景台。不过现在就有飞机迷发现，飞机路上的一处特殊飞机像，可以近距离捕捉到飞机庞大的身影。加上一旁就是大楼民宅，超震撼近距离画面也让网友惊呼，原来还有这么隐秘的地点。现在是靠近那个机场旁边围墙飞机路，然后这里是长边山路，在2栋楼之间，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侧身起飞的时候这样。要看航班，不是说都看得到，刚好是遇到它航班有起飞。一个什么南风啊，什么风吼，伊就爱挖飞机路这边，也要透一种。较北方的迄个爱吼，就爱对迄个中安路迄边遐，伊迄边遐飞。所以你也透这个方向，这边才可能较有看到。可以看到飞机啊，很漂亮吼，也迄个起降啊，我的顶楼飞呗。不止飞机迷，住在这里的民众只要登上屋顶，随时都可拍到难得的飞机画面。原来飞机路紧邻机场，飞机起降已是当地民众日常。不过虽然可以飞机看到饱，但伴随而来的起降噪音却是无法消受。地方也希望借着新机场扩建之际，争取隔音墙的建设，降低高分贝带来的伤害。桂林那边的方向跟我们这边的方向，我们这边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得到飞机起落的情况。飞机路361巷那边进来的话，看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得到飞机的就是滑行进国内机场或者是国际机场，它没有做一个像很高的那种隔音墙。他们现在也要改建嘛，那相对来讲，希望也可以，可以让我们住在这边的居民可以降低噪音的嘈杂声。下次民众若想看飞机，不妨也绕到飞机路走一圈。除了有漂亮彩绘围墙可拍照外，更有机会与国际级飞机面对面的机会，近距离体验起飞时的震撼。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化碳终结者NOCO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O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